乡是屏东县内保留最多古迹的乡镇，在老聚落街角边有一栋100年建筑张阿丁宅，在清朝时期是商楼代表，当年主要经营杂货店，兼做水产生意。张家商楼其实我们这边在当地叫张阿丁宅哈，这很特殊的一个建筑，因为我们在客家村落里面很多都是火房的形式啊，可是它是属于2层楼的一个建筑啊。2层楼是住商合一的建筑，可以看出客庄居民对空间使用的勤俭态度，随处都能看到客家传统文化的细节。那两边还有一个竹节窗，就显示我们客家人哦是比较喜好读书哦，表示读书人的气节的一个建筑。原本年久失修，但经过地方抢救保存，老宅有了新生命，重新成为凝聚在地人心和推动客家文化的所在。看着孩子们涂鸦着新丁娃娃，文化传承也在此展开。上面都没有画到的部分，全部画白色。保留浓浓在地客庄味，也细心保存最初的泥砖墙。老宅拆下的一砖一瓦依然放在屋内，安静地向世人展示。沿着老宅往外的街道上，结合画家和诗人创作，打造6堆诗人步道。这里的假日总能聚集人气。我们这边很有客家的特色，不用撩人懂多，所以星期假日的时候人很多。一栋老屋没有恢宏气派的外表，却见证家东的繁荣。张阿丁宅是居民的记忆，也是怀旧的角落，更是重新凝聚在地客庄的不朽力量。上课喽！不用无聊你懂多，不用无聊你懂多，不用无聊你懂多。